近年咧，國內就興起咗一陣抵制過洋節嘅風潮啦。但喺歐美國家咧，過起農曆春節嘅人咧就反而越嚟越多。除咗當地嘅華人舞龍舞獅之外咧，商店餐廳咧亦做咗好多具有中國特色嘅裝飾佈置，連國家政要都紛紛學翻幾句恭喜發財同大家拜年噃。That make us who we are. So happy New Year！ 恭喜發財！但係咧，鬼佬似乎對中國嘅傳統曆法咧就唔係太了解啦。佢哋經常會將農曆翻譯成 Lunar Calendar， 將農曆新年咧就翻譯成 Lunar New Year。呢度嘅 Lunar 咧就係中文月亮的嘅意思啦。Lunar Calendar 直譯過嚟咧就係陰曆啦。不過啊，亦唔能夠完全係怪佢哋嘅。就算好多嘅中國老人家咧，都經常用陽曆嚟指代公曆，而用陰曆嚟指代農曆噃。不過事實上啊，公曆咧確實係屬於陽曆，但係農曆咧就並唔係屬於陰曆嘅噃。點解呢？我哋首先要搞清楚乜嘢係陽曆，乜嘢係陰曆啦。簡單嚟講啊，陽曆咧就係將地球圍繞太陽運行一圈，確定為一年嘅呢一個曆法，而陰曆咧就係將月球圍繞地球運行一圈，確定為一個月嘅曆法。點解會有呢一個差別呢？我哋嚟複習一下初中學過嘅天文學知識啊！地球自轉一圈即係一日，而月球圍繞住地球一圈咧，大概就係29.5日左右。地球圍繞太陽一圈咧，大概就係365.24日。假如啊平均分俾12個月咧，咁每個月就係30.437日啦。所以啊，地球自轉一圈嘅時間，同埋月球圍繞地球轉一圈嘅時間，以及地球圍繞太陽轉一圈嘅時間咧，三者其實都並唔係整倍數嘅關係，冇辦法除得盡噃。因為曆法咧係用嚟指導工作同埋生活嘅，所以古代嘅天文學家喺制定曆法嘅時候咧，就要根據實際嘅情況作出取捨啦。究竟係根據地球圍繞太陽嘅軌跡嚟制定呢？定係話根據月球圍繞地球運行嘅軌跡嚟制定呢？我哋現行嘅公曆咧，亦叫格里曆，源自於1582年嘅10月，教宗格勒哥里13世對儒略曆嘅修改。呢個係一個典型嘅陽曆，根據地球圍繞太陽運行嘅時間啊，將一年咧就定為365日。咁多咗出嚟嘅0.24日點辦呢？於是咧就每4年就加一日啦，變成咗366日。呢一日咧就叫做閏日啦，呢一年咧就叫做閏年啦。至於伊斯蘭教國家通行嘅伊斯蘭曆法咧，就係典型嘅陰曆啦。佢完全係以月相為準嘅，每當新月出現嘅時候咧，就定為每個月嘅第一日，以12個月為一年啊。奇數月份咧就設30日，偶數月份咧就設29日。咁一年咧就會有354日啦，然後咧就以每30年為一個週期，設置11個閏年。閏年咧就會喺年尾啊加多一日，以解決實際上嘅月同埋日除唔盡嘅問題啦。於是啊，咁就會導致咗有陽曆同埋陰曆嘅區別啦。陽曆能夠反映四季嘅變化，農民睇住月份咧就知道咩時候應該播種，咩時候可以收成啦，有利於農耕。而陰曆咧就係能夠反映月相嘅變化，船員咧根據日子咧就會知道咩時候潮漲，咩時候潮退，有利於航行。咁講咗半日啦，既然中國嘅農曆唔係陰曆，又唔係陽曆，咁樣係乜嘢曆呢？喺中國嘅歷史上咧，一共產生過100幾部嘅曆法。早期嘅時候咧係根據北斗七星嘅指向嚟制定曆法嘅。但實際上咧，呢個都係跟地球圍繞太陽公轉以及自轉嘅規律有關嘅。而我哋而家用緊嘅傳統農曆咧，最早係源於漢武帝時代嘅太初曆，承形於明末清初時候制定嘅時憲曆。喺民國時代啊，乃至最近嘅2018年咧，官方嘅天文台都會曾經有過一啲細嘅修訂。中國嘅農曆咧，實質上係一種陰陽合曆。佢既考慮咗月亮圍繞住地球運行嘅規律，亦考慮咗地球圍繞住太陽運行嘅規律噃。首先咧就通過觀察月相嘅變化周期嚟確定每個月份，呢個咧就係為之定朔啦，係農曆嘅陰曆部分。
然後咧就通過觀察太陽變化嘅週期，定出24節氣。呢個咧就係為之定氣啦，係農曆嘅陽曆部分。但係12個月平均落嚟咧，就係大概喺354日左右。而回歸年咧，大概喺365.24日左右嘅噃。咁兩者咧就會相差咗大概11日。點樣嚟彌合呢？於是咧又設定咗至閏嘅規則啦。每隔幾年就會加個閏月，咁所以有啲農曆年份咧就會有13個月啦。廣東人成日講嘅雙春兼閏月咧，其實就係咁嚟噶啦。至閏嘅規則咧喺歷史上咧，其實亦有過多次嘅調整嘅噃，而且咧就比較複雜，我喺呢度咧就唔展開講啦。簡單打一個比喻啦，就係你知道你嘅機械手錶每日會慢5分鐘，於是咧就會提醒自己每日喺某一個時間內重新調快翻5分鐘，使佢唔至於同實際嘅時間偏離得太遠。所以中國嘅農曆咧其實係非常之科學嘅。例如我哋睇農曆上係初一定15咧，就會知道嗰日係月缺定係月圓啦，從而推算出潮汐嘅變化。但係公曆咧就冇辦法提供到呢一種便利啦。而我哋睇農曆嘅新年咧，嗰陣時一定係春天嚟嘅。24節氣咧，亦能夠準確咁樣反映出四季氣候嘅變化。但係伊斯蘭曆咧嘅新年就有可能會出現喺任何一個季節之中啦。當初中華民國成立嘅時候啦，之所以會改用公曆，並唔係公曆比農曆更科學，而係為咗同當時嘅主流國際社會接軌。但係農曆喺指導農業同埋航行上咧，就有公曆無法比擬嘅優勢啦。所以喺民間層面咧，農曆亦係一直保持使用嘅噃。值得一提嘅係制定時憲曆嘅歷史背景，係因為舊嘅曆法到咗崇禎年間咧，已經同實際嘅天文觀測有咗好大嘅偏差，所以明朝政府就命令徐光啟、李之祖組織外國嘅傳教士重新編定。呢啲外國嘅傳教士咧就包括咗西西里人龍華文、日耳曼人鄧玉涵同埋湯若望、米蘭人羅雅谷。而徐光啟同埋李之祖咧亦受洗成為咗中國早期嘅基督教徒。當時喺歐洲咧已經誕生咗哥白尼啦、伽利略啦、第谷啦、開普勒等等嘅天文學家，累積咗大量嘅天文學知識。而中國古代嘅欽天監咧，更多嘅作用咧就係占星為皇帝預測吉凶啦。所以現行嘅農曆24節氣咧，其實亦係來源於外國傳教士訂立嘅定氣法，同千年文化傳統裏邊嘅24節氣咧，雖然用嘅係同一個名，但係確定嘅方法同埋日期咧，其實係完全唔同嘅。喺明清之際咧，時憲曆嘅推行，其實亦受到咗當時好多守舊派嘅攻擊同埋構陷，甚至於有支持新曆嘅人咧會被監禁同埋處死，而理由咧亦無非係類似於洋人搞文化入侵，又或者係洋人亡我之心不死嘅講法。但每次恢復舊曆之後咧，又會發現問題多多。最後直至喺康熙年間喺比利時人、南懷仁嘅主導下咧，中國人先最終確立咗對時憲曆嘅使用。因為時憲曆嘅科學性高除咗喺中國使用咗幾百年之外咧，仲影響咗好多東南亞國家，例如日本啦、朝鮮啦、越南等等。但具體嘅節氣咧，或者係至閏方式咧，就會根據當地嘅情況略有調整啦。我哋今時今日經常話要文化自信，但係你會發現好多人一方面既唔了解自己嘅歷史文化，而另一方面咧亦冇接納同埋包容人哋嘅胸懷。呢個係咪同當年攻擊時憲曆嘅人一模一樣呢？如果你中意我哋嘅影片，歡迎讚好、留言、分享、訂閱並加入會員，埋堆成為自己友，支持我哋繼續創作優質內容，更加可以享受會員專屬福利。